台东市区有一区日本时代宿舍，2020年县政府提供经费，嘛向中央争取补助，开2亿外去征收。今年1月，国内一个饭店集团摕到经营权，附近的民众是真期待，也毋过伊嘛希望讲会当开放部分的空间，互民众使用。台东路中大门外口，规大片在栋的北定日本宿舍群，装修好3年，也毋过定大门锁起来，尤其也是在地居民这会当伫拄定行休困定批评，官府大手笔开2亿外征收，也毋过煞用来关网啊，因为官府要规批进行招商，一直找袂到有充足材料厂商接手，流标失败，也毋过即马传出有国来一间有名的饭店集团出地经营资格。就是他很尊重这样子的历史脉络，他会有规划这个餐饮跟住宿，那还有市集，也希望说能够对周遭的这个社区啊，能够友善。文化处表示，北定日本宿舍群受到文资法保护，厂商要经营餐饮甲住宿，拢会受到相关规范约束。像袂当伫厝内用火煮菜，爱妥善维护保管建筑物等。即马有厂商愿意经营，总算脱离网仔馆的批评，4个位民众拢乐观其成。当然，那个啊是带动那个一些巷弄啊发展。北定日本宿舍的营运计划，厂商有计后个月会送冠护心渣，才算是完成规个招商定数，上近年底会正式营运。也毋过当地居民希望营运规划中会当有回归电风项目，开放部分空间提供电风举办活动，共好共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